风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“霜降风台走去唱”，意思是祭开到霜降了后，就庙风台啊。也过嘛是有例外，伫2004年10月25，也就是迄一年霜降的过2天，有一个中度风台叫做纳炭。引起16级的强阵风，有38万户停电，有3人死亡，有2个失踪。同时造成这个瑞阳地区有1900多户严重的淹水，有的水淹差不多1层楼啊悬，火柜和这个大水冲入溪梁河，画面即马看起来犹原真恐怖。这个霜降是秋季最后一个祭开，暗时啦透早温度较低，水汽结做霜，所以讲这个祭开叫做霜降。这个风台是热带气旋形成的，到这个祭开时，气温明显的降低，就不利风台形成。今日讲的俗语是“霜降风台走去唱”。